由澳門道教、基督教、巴哈伊教、佛教以及天主教合辦嘅同風共韻和美澳門澳門宗教文藝匯演4月15日舉行新聞發佈會，五宗教代表澳門道教協會會長吳炳志道長、聖公會澳門傳道地區總幹事范石強牧師、澳門天主教文化協會張子健副主席、澳門佛教總會代表于奕、巴哈伊教澳門總會社區關係處代表郭美寶出席。大會表示，今次文藝匯演係本澳各宗教共同舉辦嘅第5次大型活動。今屆匯演接續過去嘅主題，緊扣和平、博愛、共融、慈悲嘅核心主旨，合共以11個表演項目，動員超過500名信徒，以包括5宗教大合唱同唔同形式嘅表演形態，宣揚博愛、和平、大愛、共融及團結精神。澳門道教協會會長吳炳志道長於會上表示，道教協會將會聯同多個組織以及樂團，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八音鑼鼓以及道教科儀音樂參與今年匯演，希望透過多元道韻風格，向現場觀眾展現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獨特魅力與傳承風采。聖公會澳門傳道地區總幹事范石強牧師指出，今次文藝匯演由教會內多個團體合作參與，年齡由少年至長者全覆蓋，以多元形式嘅音樂同舞蹈作為橋樑，藉此呈現聖公會嘅獨特性，傳遞信仰真光，促進群體共融。澳門佛教總會代表于奕表示，澳門佛教總會將會以2個極具代表性嘅節目參與今年嘅匯演，讓大眾感受生動詮釋禪武合一、身心和諧嘅精神追求，以及清靜莊嚴嘅梵音唱誦。希望透過演出為澳門多元文化嘅和諧增添祥和力量。巴哈伊教澳門總會社區關係處代表郭美寶表示，澳門巴哈伊教青年部與聯國學校將聯合帶嚟一出以青少年成長故事為切入點嘅舞台劇，探討何謂卓越。喺當前競爭文化日益劇烈嘅社會氛圍下，大眾透過舞台劇思考青少年所面臨嘅挑戰，並共同反思卓越嘅意義。呢一場匯演既係藝術盛宴，更係宗教間嘅藝術交流，係各宗教踐行初心、傳遞正能量嘅生動體現。澳門天主教文化協會張子健副會長指出，今屆文藝匯演邀請到聖羅撒英文中學以尋真理、悟真福、成主愛一出以真福八端為主題嘅歌舞劇參與演出。透過嚟自耶穌基督喺山中聖訓嘅教導，揭示何謂真正蒙受天主祝福嘅生命，並非世俗所追求嘅成功或者富足，而係喺謙遜、憐憫、潔淨同和平裏面活出福音嘅精神，方能擁有永恆真福。佢又表示，過去每一屆跨宗教聯合活動都會邀請唔同天主教團體參與，今年就邀請就讀天主教學校嘅青年，讓唔同年齡層嘅信友都能夠參與。我哋都係希望請到唔同嘅天主教團體出現，我哋亦都希望俾唔同嘅年齡層有個參與嘅機會。過往我哋有英明啦，亦都有試過有邀請過天主教主教座堂嘅合唱團啦。咁今次我哋想俾年青嘅一代有個機會去做呢個表演，所以我哋邀請咗聖羅撒英文中學。佢亦提到，今次演出嘅歌舞劇係由該校師生創作，曾經喺去年聖誕節作公開演出，亦得到主教嘅讚賞。上一個聖誕節，佢哋曾經做過一個演出，咁主教睇咗之後覺得好有意義，佢哋希望喺嚟緊呢個五宗教節目裏邊，都希望俾呢個學校可以將呢個節目再可以擴展出去，所以我哋有個諗法就係邀請咗聖羅撒中學嚟做呢個節目嘅。大匯演將會喺5月1日及2日喺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門票現已於澳門售票網發售。